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超曲潮煮。今日想介紹一個潮州人超級鍾意食嘅蔬菜，佢就係春菜。潮州人叫佢做確妻啊，確就係炆煮嘅意思。潮州家家戶戶傳統認為要用幾日去炆，炆得越耐越好食嘅春菜，我今日只需要8分鐘就可以完成啦。喜歡嘅朋友，麻煩幫忙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就係對我最大嘅鼓勵啦。多謝晒大家先。材料係春菜，仲有薑。如果要揀一隻最有特色嘅潮州蔬菜，佢一定係我今日介紹嘅春菜。一般食嘅菜炒完出嚟嘅顏色要求係要翠綠色嘅，質感爽脆先至叫好食。但係春菜就剛剛相反啦。煮完出嚟要係墨綠色，望落去煮個籠咁樣，而且要炆到腍晒，就會特別好食。另外佢有獨特嘅香味啊，其他蔬菜唔會揾到嘅濃郁菜味。潮州餐廳或者一般家庭都會配排骨嚟炆煮，我今日就會將佢配薑，令到佢個菜味更加突出。因為根部會較為多泥嘅，只要簡單咁樣沖洗佢根部就可以浸啦。浸嘅時候落少少鹽，然後浸佢3次。而家可以切菜切薑，薑大有啲都唔怕嘅，就係要食嗰個薑味。唔使切嘅，拍散脆就得啦。去咗佢個頭部，切段。配料薑搞掂晒，切好菜，就係靠呢3隻材料：鹽、糖、魚露。如果係素食者嘅話，就淨係落鹽就 OK， 就唔需要落魚露啦。潮州人叫佢做春菜或者確妻。呢個菜越煮越好食，潮州人會用幾日時間去炆煮嘅菜。但我今日只需要8分鐘啫，就可以做到潮州人喜歡嗰個效果。熱鑊就可以落油，油滾咗啦，就可以落薑，然後爆香佢，爆到佢金黃色，好似鏡頭咁樣，就落呢個菜頭。咁樣爆過嘅菜頭會特別香，將佢推煮埋一邊，留翻個空位，落呢個菜葉，然後撈勻佢，然後你炒到啲菜佢縮細咗，布滿油份，先落魚肉。1圈、2圈、3圈，然後兜勻佢，跟住落水，呢度大概100個 gram 到嘅水，然後 keep 住大火。將啲菜頭貼住個鑊底嘅，將呢啲菜頭貼住個鑊底，將啲菜散開佢，然後冚蓋，炆煮佢8分鐘。好，夠鐘。收細少少頭，你可以試一試味，再加少少調味，等佢濃郁啲。好少嘅鹽、糖，然後較返大火撈勻佢。其實而家嘅菜已經係腍晒嘅啦，可以試俾大家睇。一篤就爛咗啦。但係佢個色水
同埋佢嗰個入味程度仲未達到潮州人想要嘅效果嘅。而家我而家會熄火焗住佢。呢個好處就係先煮完，然後再用佢嗰個餘溫去令到佢更加入味，同埋達到潮州人喜歡嗰個顏色同埋嗰個味道。咁然後由得佢焗住佢，焗佢45分鐘。呢個就係炆煮到淋晒入晒味嘅效果。篤一篤佢，佢啲纖維軟晒嘅，咁呢個效果係最入味、最好食嘅效果。而家試下食先。好香，好好食，大家一定要試下。喜歡嘅朋友麻煩幫忙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再撳埋個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上載嘅影片啦！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啊，多謝晒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哇，係葱脆，請淋要咬住嘅，即係咩人咬嘅，好腍啊，好腍。